我再讲一遍，我再问你们好吗？我们马上看一下这个第32课的教导。今天的题目就是是什么证明耶和华的名字是真的？我们再来个证明一下，就是要把那个强调的那个前面的那个教导，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那意思就是呢，我们一直强调这个耶和华的名字是真正的。这个是真理因为就是这个原因呢。哈利路亚，阿门。那我们非常开心呢，现在在见面，在这个那个新教导，就是第23课的那个教导我也非常开心来到你们那个家里。那我题目就是那个是什么证明耶和华的名字是真的？他是不是上帝的？我们刚才已经做过那个证据在那个上一课的教导，这个上文字就如果说要说不是上帝的话，就这个上文字也会有问题，那上文字就有错了呢。那个限制多的话多也有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们呢，就是下底告诉你们多，所有的话多是真的。那这个有说的名的，为什么这个是正常的名的？因为由于这个名字才可以拔除掉那个罪。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律法，就是那个上帝不听救人呢，就是那个上帝不听救人呢。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59章，那这个上帝说过了，他说定了，他不听救人呢。那你继续犯罪的话，就好的，先不再上个教堂，因为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长罪，耳朵并非发声不能听见。当你们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是他仰面不听你们呢，还有比那个限制的更大的。我们先要听从他，因为他又是那个限制，又是那个上帝。那我们按照那个要说的限制，救人多是从哪里出来的？我们来看一下要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8章，按照那个有的以色列的限制从那个摩西那里然后通过耶和华这里就是那个最低的以色列的那个限制，耶和华是最低的那个以色列，然后在他后面就没有了。按照耶和华的意思就是那个这个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第8章43到44。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话。就这些是哪些人就不会听他，就这些。你们是出于你们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那这里的意思就是那个你们偏要信的大众记者是杀人的，不少真理。地府那个魔鬼的意思就是那个不少真理，就是那个做坏事，做那个所有的坏事嘛。那大自己签个字了，不是那个其他人的大自己来个签字，就是那个
那要说就是要放在那个伟大的那个位置那里嘛，因为按照那个先知的话，所有的那个坏人都是从那个魔鬼那里，那些人那个不守真理多，就是魔鬼呀，都是魔鬼。那要说自己说了，不要再犯罪呀，因为这个太坏了。因为如果你再犯罪的话，就你是魔鬼，因为魔鬼不好意思，魔鬼就他说谎是出于自己，魔鬼的孩子就说谎是出于自己。那这个说实话，这个是太坏了。按照那个以色列的那个限制，也是上帝就是要说，然后如果你住在这里，你就真的太坏了，因为上帝的儿子自己说了，我还不想说，因为这个上帝的儿子，因为这个坏事他就说了不要再犯罪呀。哪一种那个上帝会把那个人为了平常不会那个再犯罪呀？那没有，除了一位那个亚霍说啊，那这个就是证明呢，要说的名字是真正的，因为他是真正的，那你不可以抗拒。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过了什么样的那个律法？我们再念一遍约翰福音第12章第49节到第15节，但是先知他就说出来那个命令呢。那你准备好，你必须配上班了，按照那个摩西的话，因为要说有是先知有是上帝，那怎么听从他的话？因为那个以色列人都知道了，然后同意了。要说是伟大的先知。那我们来读一下上帝的儿子的那个话，他说了不要再犯罪按照他的话，哪一种那个上帝会那个把人变成了改变了，为了不再犯罪呀？谁做过这个好处？这个就是要说这个就是那个要说嘛，因为约翰福音第8章约翰福音，我们先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12章，他说过了他的律法，第49章到第15章那个这个上文这一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就是他说为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那在这里必须要那个命令，那很清楚了，要说带过来了那个命令，他带过来了那个上帝的话，为了以色列的那个为了以色列的命令呢，为了人多也愿意那个跟随他，叫我说什么讲什么，那要说的话都是命令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那个上帝的话，就是那个伟大的那个上帝。谁应验过了
应验过了。这个就是那个约翰福音，这个就是他的那个命令。你的上帝那里没有做过这个，就你先跟他离弃，因为他是假的。约翰福音第11章第8章11节，他说主啊，没有，有说我也不等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放大一点这个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在那个屏幕上，你们能看得见太大了吗？因为那按照有说的律法，就是那个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是第一件事，他把那个强调化了，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5章他说了，从此不要再犯罪就是约翰第5章第11节，如果你那个上帝那里不听从这个律法，就他是假的第5章第14节不好意思了。后来又说等一下，后来又说在店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如果你继续再犯罪的话，就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你说那个坏话就一直说坏话，那个偷东西必须继续偷东西，做那个坏事必须继续做那个犯罪再犯罪，那原来就是那个带坏了。那个按照那个大卫那个伟大的那个先知，他说了那个2次了，从此不要再犯罪啊。那你对他的那个句子怎么样，会怎么样？那在那个那些名字中间，哪一个上帝会那个做过这个？你们那个说的那个耶稣。他不会把主掉，他没有把人释放了。你们叫那个耶稣也不行啊。你叫了那个耶和华也没有把人释放了。也有人叫耶和华，也是不会那个把人释放了。就是跟随那个上帝假上帝教雅虎，按照那个上帝的儿子的话不要再犯罪。那你对这个上帝的话你在哪了？那对这个上帝的话你在哪了？那很清楚，那个只有对的上帝能做的就能做得到。这个就是我的上帝雅和华，他的证人呢就是我自己来做个那个证明嘛，就是在马达加斯加那个国家这里，你应该要进来。如果你要参加的话，然后你会不再犯罪呀？因为你在犯罪的话，他的那个路程就很清楚了，他就丢掉那个地狱火湖里那里。启示录第21章第8节，那些的就是要说的大事就有注意你先跟他离开一下21章第8节。第21章第8节，这个就是律法，就是那个律法要攻击你，你不信要说的话，就是他的弟弟来告诉你，唯有的胆怯的、不信的、各占的、杀人的、淫乱的，那个
就你主人那里做那个或是做那个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后，也就说谎的，他们分就在这就烧这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这个就是那个先知的话，说有的那个分酒的人多，没办法就早下地狱了。他们那里就信仰耶和华，他们把那个改掉耶和华的那个人民这边占假名呢，那个不会那个拿那个拔出来那个罪啊，他们多骗人类。但是人多知道了，那个上帝被钉子在十字架上是真的，就是写下来传给你了，不会再犯罪呀。那我叫你们多先过来，真正的上帝就是要说。那我们看那个另一个题目，就是那个大真的话是上帝，是上帝嘛？他就是从那个天上的天那里，这个是第一个。按照那个约翰福音第3章第13节，他就是从那个天上那里下来了。约翰福音第3章。那个人子他下来的时候就他被生育了，就是那个大童女被生了他嘛。你怎么跟说她是童女？我怎么不知道了？这个不是太难。如果要学的那个语言的话，就要学这个希伯来语，但是我不想学吧，不要了。有很多那个著名的人的把翻译，这个就除了从天降下让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上去了，除了有哪个人又下来了。就是那个，那在这里，他就是那个自己作者们，他在这里，他存在这里，也是有存在在天上。你们那个人类那里，说实话，你们不知道这个上文字的意思，但是在耶和华里这里多，现在已经知道了。哪个人不愿意上个天上的天那里就。不会知道了。哪个人多跟随耶和华多知道了这个。哪个人跟随他多不再犯罪了，他们那个罪那个配拿掉了。那个童女上了他不可以下来，如果那个女人没有陪他上了，按照那个以赛亚书，有的人跟说你不会呀，你先再说一下。希伯来人那里也不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了，我只有一个证明呢，跟随这个真正的上帝都不会不再犯罪啊。那个魔鬼会说了好这个那个假面呢，那你就迷路了。就是好像那个火车，就是那个火车迷路了嘛。有一个证明呢，就在那里会拔除掉你的就在那里有个那个真理。如果带你继续做那个坏事，不管是做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要日底的那个教导的话，就是那个结果的话，就是那个从那个上帝的话那里。按照那个上帝的话那里有这个证明的，就是你耶和华传给你耶和华那个，然后他那个亚法
不是为了那个那个怎么讲，就是那个找那个，因为魔鬼也会把那个转来转去，就你会迷路了吗？但是要说的大师没有找了，他就是那个自己告诉你真话。亚胡书啊是真正的名字，大大夫金是亚法，那些人跟随他们良多，不再分就亚胡书啊名字是希伯来语，亚耶法也是希伯来语，那你还要什么？这个是希伯来语，大会拔除掉那个罪吗？哪个名字会拔出来那个罪恶？就是那个这个名字就是那个耶底啊传给你了。那个名字就是谁呀？就是亚胡书啊嘛。那他们那个有的人哪里不高兴了？好主意先翻过来，跟随亚胡书吧。以赛亚第7章第40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找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讲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阿尔玛按照那个希伯来语是什么意思？为哪一个上帝会去那个童女那里为了配上的？因为那个先知都说了嘛，我们看一下，按照由于那个希伯来语，就是那个犹太的那个谢菲尔多拉，就是那个就希伯来上经了嘛，就是那个左边的那个 Hebrew Masoretic Text， 这个就是那个按照那个希伯来的那个词语那里。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7章，以赛亚按照希伯来书就是那个以赛亚第7章第14节。那我们来读一下那个希伯来语，按照那个上文字，就你们那个哈尔玛，就是这个哈尔玛。Ben Vrat Shmo Emmanuel， 我们不想看那个别的，我们就是要看这个阿尔玛的意思就是那个童女的意思。我们看一下有那个希伯来的那个词典啊，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的那个词典啊。我们查一下，怎么发音这个阿尔玛是阿尔玛，这个就是那个希伯来文字。Virgin young woman， 意思就是那个有一种女人呢太年轻了，就是童女了嘛。谁敢说了她不是童女了？那个按照那个希伯来那个圣经呢，他说定了童女被杀了，被那个童女杀了他。我们不是说这个是我们的话，我们自己的话，要用的话就我们会爬出来这个。我就是那个告诉你们那个真话嘛，那这个是证明呢，这个上帝的儿子就是从那个天上那里然后下来了，按照那个大卫的话和那个诗篇那里，我们看一下那个大卫的那个话那里，他那个童女上了，他按照那个诗篇。有个两个上帝呀，哇！有两个上帝住在那个宝座上，
我们再做个证明一下，作证大真的是上帝。如果不要那个敬拜耶和华，那个谢菲尔托拉也会有问题，谢菲尔托拉也有错了嘛。如果耶和华不是上帝的话，而且不是两个上帝的话，就这个上位者有问题，有错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在那个诗篇那里，第45章。要说的大时候强调话，如果要说不是上帝的话，就这个上位者有错了嘛？49章诗篇45章，第6节到第7节，你们在这里跟着我读一下吧，好吗？因为要说的大是来那个强调话。如果说他不是真的话，要说不是上帝的话，那个上文字就有问题了。他也跟说了，那个有两个上帝。如果说我们要敬拜两位上帝，就这个上文字也有错了嘛？诗篇第45章第6节到那个第7节，我们来看一下吧。第45章第6节到那个第7节，我们都一块看一下。神呢，你的宝座，那在这里有一位那个上帝住在他的那个宝座上，哪个人坐在那个宝座上是上帝，神呢就是上帝，是永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第7节呢，你下以公义，很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有高你，那这个上帝坐在那个他的宝座上，也还有他的那个上帝，我们来画一下吧。那你能看得见啊？那个要说的大师的意思吗？我们先放好啊，然后我们都一块看一下那个图片一下。这个就是那个上帝住在他的那个宝座上，因为你的宝座是永远的。那他在这里有一个人呢，比较小一点，这个就是那个你的宝座是永远的。那他就是说你的国是真正的，你想在这里还有另一个神呢住在他边的，就在他上面。你喜爱公义，就是你的神。这个就是那个诗篇第45章第6节到那个第7节，因为你的神也是我的神，就是你的神呢，所以神呢就是你的神。在那个诗篇上只有2位那个上帝的，就是那个存在的2个上帝。那第2个上帝就在哪里了？但是我们慢慢来做证明，按照那个上文字，我们来看一下怎么真正这个要说有没有他也有没有坐过在那个他的那个宝座上？因为他们多是限制嘛，要说坐在他的马太福音第19章第28节，马太福音第19章第28节，上帝的儿子有没有说过了他住在他的那个宝座上吗？就是要我说就是那个最伟大的那个限制。
第19章第28节，要说这个就是要说最伟大的那个先知，也是上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大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要说的就是坐在大荣耀的宝座上。那在这里就是说谁呀？就是说那个要说在这里说了，我坐在我荣耀的那个宝座上。那是拉姆没有随便说了，他就是说定了要说那个诗篇说过了，然后要说来做个证明了。我们再看一下，按照那个诗篇第111第1节就到这里，我们就结束诗篇111。诗篇他们多就是那个大卫的诗，亚法对我主说。这个就是要说，你住在我的右边，等我是你仇敌做你的脚凳。那亚法父亲就住在这里，那你先住在我的那个右边吧。哪一个住在他的右边是谁呀？没有人敢说了这个，无论是谁呀，除了一位这个，也或说就是那个伟大的那个先知。那在这里就是那个按照那个上帝的话，他就住在他的那个右边嘛。按照他的话，你的上帝啊，你的荣耀宝座是你的宝座是永远的嘛。按照那个马太福音呢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马太福音第26章第46节，我们继续做个证明。没有说过了，那个上文字没有什么错误。要说对他说，你说的事，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的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坐在全能的者的右边。全能的是谁？就是那个亚法父亲呢。那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了这个证明呢。按照那个诗篇的第110章第1节那里，他说了，我就在这里呀，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这个就是那这个先知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们已经看过了，你们不可抗拒这个。那我们为了那个把这个结束了，就是那个马可福音第14章第62节，这个就是为了那个强调话，我们有那么多证人呢，有那么多证明呢。要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就在全能者的右边。这个就是那个为了强调话，那个上文字有2个证明的锁定了。要说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我还要回来住在那里。那这个教导的原因呢，就是这个他会过来，要我说啊，就在他前面走啊，你准备好啊，先知的话必须真正了，必须应验了。哪个时间到，讲到就你会到哪里去？他会那个出来在那个云上那里。他就是你是恶人啊，不会那个改掉啊。那些人信仰耶和华啊是先知，必须要信仰他也是上帝。那你先准备好，如果你不会那个悔改呀，因为有人呢有那个思想，就有那个坏的思想嘛。要说啊是爱的，他不会杀掉他的这个什么鬼的那个思想嘛。那个这个真正的那个上帝就是那个拯救者，怎么爱全世界，他就是那个自己，就是那个他的父亲送给了全世界，为拯救那个全世界，为了不会就掉了。这个就是我们那个下一课的那个教导啊，这个是上帝父亲的话，说话是那个带坏了嘛，因为他自己把杀了那个他的自己的儿子，这个就是魔鬼的思想。你应该要高兴呢，看到人不会再犯罪，你应该要愿意这个好的东西，你这样的想的就你没办法被释放了。你的意思是呢？他有复活了，他被复活了，他死了没什么问题了吗？他复活了，他做过了那个他完成过了那个拯救的，他的儿子又复活了呢。这个图片真的非常非常好啊。这个就是那个挂号啊。那我祝你们好，为了有所保佑你们呢，就到这里我们结束了。要说啊，仍然是上帝，他的话多是真的，那个荣耀归给他吧，永远归那欢迎你来到要说啊这里，不要那个认为先跑过来找要说，为了拯救你的灵魂呢，不要把它丢掉地狱那里。那我祝你们好，我们一块儿祈祷一下吧。非常感谢你，亲爱的耶和华父亲呢，为了你的话，因为你是真的爱的，你做过特别好的东西，拯救人呢，永远荣耀归给你。祝福这些话和你的教导，为了那个带来听到的人的那个好处啊，请回答我的那个祷告，就是你被差来的，就是那个要说的大事家家。你先证明一下这些话，你先证明一下这些话都就是那个从那个天上那里写下来，你先介绍一下你是爱的，不要让他们那个就是为了认为那个荣耀归给你耶和华父亲呢。我祷告了，奉耶和华的名，非常感谢你耶和华，哈利路亚，阿门。那我祝你们好了，为了耶和华保佑你们呢，为了下一课的那个教导再。